各位大家好，我係香港青年協會嘅莫漢輝。我係香港電台嘅羅萬榮，大家好。今年咧2009年咧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啦成立60週年啦。咁喺過去嘅60年咧，國家係面對好多嘅挑戰，但係同時咧，我哋亦都係不斷發展、不斷進步嘅。咁我哋今日咧要開展嘅呢一個活動啦，祝福祖國啦，其實就係要鼓勵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啦。一方面咧就係對國家多啲嘅認識同埋了解，另一方面咧都係希望我哋嘅年青人咧為我哋嘅祖國送上祝福嘅。冇錯啦，我哋整個祝福祖國嘅活動咧，都係希望可以鼓勵年青人嚇對我哋嘅國家咧送上祝福。不如我哋開始啦，好嘛？我哋先請我哋香港青年協會嘅總幹事黃耀明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幾句。范太、林局長、費飛女士，仲有張部長喺我哋當中。我首先喺呢度呢係歡迎各位青年朋友出席我哋今日祝福祖國呢一個計劃嘅開展禮。正如頭先呢兩位司儀所講呢，對年青人嚟講，今日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因為係情人節。咁而我哋特登選呢個情人節呢嚟去推出呢個祝福祖國，因為我哋真正知道喺年青人當中，除咗親情、友情同愛情之外呢，係真係有國家關心國家嘅情。呢一個呢，我今日好開心。因為我見到好多年青人出席，我哋今日呢個大堂都爆咗棚，報名嘅人比我哋想象中多。我哋多謝你喺情人節，你抽出呢個時間。雖然今晚我希望你哋仍然可以同你嘅朋友、家人或者你嘅男朋友、女朋友呢相聚，但係今日你撥咗呢個朝頭早出嚟，我哋一齊為祖國祝福。今年對祖國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年。去年呢，剛剛係國家改革開放30年，今年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60歲啦。我相信喺青年人心目中，我哋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民族嘅一份子，我哋心裏邊有無限嘅祝願。所以呢，我哋作為青年工作嘅機構，我自己作為一個青年工作者，我哋常常都鼓勵年青人要多啲去認識國家、關心國家，所以我哋推出呢個祝福祖國。喺一個特別嘅一年裏邊，你知中國人呢60年係好重要嘅，係甲子之年，有佢好重要嘅意義。所以呢，喺今年60年呢個甲子之慶嘅日子裏邊，我哋推出祝福祖國，我哋願意帶動香港嘅年青人同心祝福祖國。所以喺呢段嘅日子，由今天以至到10月1號，真正係佢生日嗰日呢，我哋希望推出呢一個計劃。呢個計劃呢，我哋希望青年人能夠全身去祝福祖國，用你隻眼、用你隻手、用你隻腳同用你嘅心去祝福祖國。所以我哋推出咗4大項嘅活動。我哋用眼嚟放眼祖國。我哋有15套嘅電影，能夠透過電影學國情。我哋有一個叫做連線祖國，我哋希望用媒體嘅創作方式，用你隻手同國內嘅年青人連結起嚟。我哋有走遍祖國，用你隻腳能夠真正入到去內地去睇人民嘅生活。有啲一次都未返過國內嘅，我哋有一個第一次嘅回鄉計劃。仲有最重要就係用你個心咧去祝福祖國。我哋希望我哋一齊去送一份大禮俾祖國。所以呢4項嘅活動呢，都係全身去祝福祖國。喺祝福嘅背後，我哋希望年青人認識呢60年嘅歷史。國家能夠走到今日，係一啲都唔容易，有艱難，有成就，亦都有磨練。我哋作為民族嘅一份子，我哋需要認識呢60年嘅歷史。而祝福嘅背後，係希望年青人繼續關心祖國。未來嘅日子可能仍然係艱難，我哋亦都希望年青人喺祝福嘅背後係帶有一個將來一天你能夠建設、為祖國建設嘅心態。接住呢，我哋有請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女士咧上台，同我哋講幾句説話嘅。60年嚟，我哋行到而家喺國際上。好多人都話
中國係舉足輕重嘅。金融海嘯嘅時候，好多國家嘅領導都睇住中國話：你點樣可以幫我哋穩定嘅大局啊？咁，所以我哋唔少同胞都覺得好驕傲，我哋國家有咁樣嘅國際地位。60年前所講嗰句中國人民站起來，終於今日我哋唔單止係站起來，而且係個頭可以昂高，個胸可以挺起，堂堂正正嘅中國人。不過我哋需要做兩件事。第一件事係認識我哋建國60週年以嚟各種嘅艱辛挑戰，更應該認識埋喺未曾建國之前嗰幾十年，我哋國家係點樣俾人哋欺負，點樣俾列強嚟到分裂佔地。15部電影裏邊有一部係1919，我都好希望我會有機會嚟睇呢啲咁樣嘅辛酸史。我哋係要謹記，謹記住我哋必須要自強不息。如果有一日我哋懶散，我哋好容易就係會返去俾人哋欺負，而且欺負得嚟仲係理直氣壯咁樣嚟到欺負。不過我哋唔會記恨，因為我哋所希望嘅係世界大同、和平相處。我哋自己受過戰爭嘅禍害，我哋受過俾人欺侮嘅經歷，我哋絕對唔會去打人哋，或者去欺負人哋，或者將我哋嘅標準去夾硬壓喺人哋嘅頭上。中國人係愛好和平嘅，我哋嘅國家都係愛好和平，所以第一件事就係我哋要認識我哋過去嘅歷史。第二件事我哋要做嘅就係我哋要清楚明白到，我哋係國家嘅一份子。啱啱王應明博士話，我哋要送一份大禮俾我哋國家。其實除咗今日同埋跟住幾個月嘅活動祝福國家之外，更加大嘅嗰個禮喺各位年青朋友你嘅手裏邊。你哋係我哋國家嘅下一代接棒人，將來我哋中國能唔能夠喺呢個國際社會上邊成為一種和平穩定嘅力量，就係靠你哋大家。今日呢，我淨係想喺呢度呢做一個你哋大家都可以參與嘅活動。嗱，喺你個凳嗰度有個紅色嘅帽嚇，嗱，戴好頂帽先啊！咁然後呢，2、3，祖國我祝福你，多謝大家。跟住落嚟呢，我哋就有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太平紳士上台同我哋講幾句説話，有請。咁講到香港，到底喺國家強大不斷提升我哋嘅國際水平，我哋香港有咩嘅身份同埋有咩嘅發展呢？我想講翻俾大家聽呢，就係起碼有3方面咧，大家要抓